这位是垦丁沙塘公园的林小天。每年9月1日，天文讲，这位就会这么那么人。我讲那年千里镜，骑头认真在个灯中暗的出现。就係佢，雖然係暗，不過冇太，老不顧差唔多太窄，因為佢哋嘅太調都是冇風，所以下尾就喊做風都暗，北京尾念做赤腹音。我們現在位置在台灣最南端這裡。我們的北邊呢有一條弧線，這條弧線是琉球群島，再更往北呢？這是日本的九州，日本的本州北海道，這邊呢朝鮮半島，這邊西伯利亞，這裡大陸。那我們可以看到有2條線經過我們這個地方，這2條線就是每一年秋天在這裡可以看到的很多的母親，赤腹鷹跟灰面鹫，它們的遷徙路線。風都鶯係候鳥。不過在台灣，佢條算係候鳥都嘅高金鳥。高金鳥嘅意思，就是這種鳥是在春秋兩隻候鳥遷徙嘅季節，才會遷徙經過台灣嘅鳥。喺你台灣最好看又最有名嘅高金鳥，應該就是風都鶯。每年在4、5月嘅春天時，佢哋就會在南洋轉北經過台灣，到中國到朝鮮半島去傳台。然後到9月秋天時，就會開始下南經過台灣，最尾會到菲律賓到南洋去過冬。就咁樣每年轉北下南，來去，喺啲恆春半島每日垦丁，唔單止係佢哋春天時轉北經過台灣嘅第一站。咪係秋天時下南飛過台灣嘅最尾一站，因為風都鶯過境台灣嘅時間，唔係從南路鶯喺臉暗前大量始終跌起呢，所以欣賞佢哋過境最好就係到垦丁，喺天白亮嘅時間看佢哋起飛，而輕輕飛過人嘅跳拿檔下南出海。看到嘅人含暗嘅現象，按落喜鶯。係個好彩，禮拜就嚟看到假千隻，很清醒看，又被佢翕到嘅哈那島，哈那好看哦。